镜头转来看过来，前总统赖清德是接见美国华府智库的访问团。地事除了感谢后美的民主党派长期的支持台湾，也希望透过经济欢迎伙伴 EPPD 来对话，继续加强甲各国的连结。也那华府智库这边也表示讲，印太区域的安全甲台海和平稳定，对全球安全拢真重要。希望未来会当继续加强同伴关系。总统赖清德2日伫总统府接见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访问团，感谢美国甲欧盟民主友伴长期支持台湾，也强调民主国家只有团结合作，才通共同面对威权主义的挑战。今年我们也提出了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，希望打造台湾之盾，先进防空系统引进高科技及人工智慧，并且壮大台湾的国防工业。除了国防，赖清德也讲到，过去4年来，台湾伫欧洲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过去40档的钱。最近台美关税谈判已经讲定，未来也希望透过经济欢迎友伴 EPPD 的对话，继续深化甲各国的连结。我们期盼后续透过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， 深化台美在供应链、数位贸易、科学以及技术等各领域的合作。不过，台美关税协议讲定了后，中国方面随关注相关的动态。中国国台办伫2日记者会直接点名回应。所谓的贸易协议，实质是外部势力与台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，掠夺台湾民众血汗，掏空台湾产业根基的卖身契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会长霍雪芙指出，印太安全甲台湾海峡的稳定，毋但关系区域局势，也牵绊跨大西洋，甚至是全球的安全甲供应链的韧性。伊强调，台湾议题毋是单一区域的问题，是全球性的议题。期待未来会当甲台湾进一步深化友伴关系。公司新闻主访伫吴基昌综合报道。